咱国内毒品问题实在是真严重。去年，咱台湾是查到超过18万公斤的毒品，数量是创下新高。最近伫新北市、新竹、花莲这所在，嘛拢有发生那亲像是食毒赛车、致死严重的车祸。学者就是表示讲，因为食毒即马是爱验肉，无就是验血，伫第一时间无通随摕到证明，建议爱守法来提高效率，嘛建议爱开放使用喙暖的快态试剂。拜一暗时，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姓刘的所长蓝兼姓陈的查某驾驶，怀疑车内有毒品，要求落车，却随站油门要走，甲所长拖咧行，尾要弄到钢钉互拿，造成死亡。国内毒品问题严重，也定传出有食毒赛车，亲像9月新竹好林国中头前有驾驶技术食毒赛车弄到人，造成一个70岁妇人死亡。7月花莲也有驾驶技术食毒赛车弄到真家厝桥墩，落尾家己死亡。这个案件敢是食毒赛车致死伤亡？学者讲，是无相真奥迪临检阶段知影。酒驾是因为酒精它会挥发，所以说你可以吹气就直接检验。那毒驾的话，验尿的话，你就要找厕所，那抽血通常只有医护人员才能够进行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要在路边让警察可以去实行的话，其实是不大方便的。学者表示，毒品爱验血验尿，无法度随执行，爱单报告，真好伫路边拦查的时阵使用。虽然即马已经有毒品喙暖快态试剂，但是目前法规还未开放，实际上路爱搁等修法。另外，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，若驾驶上路会药验出一定浓度的毒品，相当关3年，罚金30万。学者认为，通考虑甲标准变严格。你用毒基本上这个是违法的，用毒之后去驾驶，它是不是违法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使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他才认为你是违法。就好像有可能说，我今天用毒了，然后我去开车，犯了施用毒品罪，可是我毒驾这件事情未必是有罪的。根据国检署的报告，去年台湾查到的毒品数量超过18万公斤，数量创下新高。国内毒品的问题，会当讲是不利啊严重，但是若讲到毒驾，亲像 K 他命，就认定药检要超过每毫升100 NG， 才算是违反刑法185条之3。专家认为，会当考虑修法加严标准，落实毒驾零容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